世界盃賽程快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殷偉文，三藩市星島中文電台2026年世界盃特輯再嚟啦。嗱，我身邊呢位 William Yan， 嗱，今次咧我哋又講 D 組啦。咁 D 組咧由美國嘅主辦國，咁另外個三隊咧就係巴拉圭、澳洲同埋土耳其。呢個 D 組咧就係美國啦，其中一個主辦國。咁我就睇好美國啦，其他嗰三隊嚟講都係偏差嘅。另外，如果再揀第二隊可以出線嘅土耳其啦，咁巴拉圭同澳洲，我諗佢冇乜機會㗎。邊個教練啊？美國隊？美國隊個教練咧就係阿根廷人啦，佢曾經代表過阿根廷國家隊，同埋佢好有經驗嘅。佢喺歐洲曾經代表過好多，即係打過好多隊歐洲嘅名牌球隊啦。咁經驗好多㗎。咁主力球員一個隊長咧，隊長係邊個？隊長叫做普利西奇。咁呢個就比較大牌啲㗎 ，Christian 保利。咁佢就係 AC 米蘭嘅，喺意大利度打呢個甲組嘅。同埋另外有2-3個球員都係喺歐洲揾食嘅。咁相當唔錯嘅呢隊波。有邊幾個球員？有個中場啦，同埋有個係咪 Gio 嗰個？係Ryan 啊。Ryan 佢係打中場嘅。另外我記得有幾個都係以前曾經喺歐洲揾過打過波嘅。隊長嗰個 Christian 咧，佢年齡唔細嘅，不過咧就成隊美國嘅國家隊嘅平均年齡咧係26.4歲，而且都算係唔算係老。咁佢美國隊嘅世界排名都好高嘅，排住12嘅。咁其實美國咧都算係抽到支好籤啦，又遇唔到啲強隊，所以咧就今次美國隊咧記得嗱，如果你係美國嘅 fans 嘅話咧，嗱有3場波你哋要睇㗎啦。而家等下要講講嗰啲咩時間。第一場波啦，6月12號6點鐘呢個係晚上啦。咁就美國對呢個巴拉圭喺洛杉磯，就喺個羅省嘅體育場。咁另外19號咧就美國對澳洲喺個西雅圖嗰度嘅。另外咧就6月25號咧美國對土耳其，亦都喺呢個羅省嘅洛杉磯。咁美國對土耳其咧，反而土耳其咧係一隊呢一組嘅黑馬嚟㗎。咁呢場波應該係最精彩㗎。因為大家記得留意睇啦。嗱，講土耳其啦。土耳其球員平均年齡26.7歲，世界排名19，即係爭美國12啦，佢19啊，即係佢排名都唔低嘅。澳洲平均年齡27.3歲，世界排名26。巴拉圭啦，球員平均年齡27.8歲，世界排名係36。咁你講下土耳其啦。土耳其咧喺個教練邊個？呢個教練咧就係意大利籍嘅教練㗎。咁亦都係叫穆特啦。佢好有經驗啦。當然呢啲同主要咧唔係話嗰個教練啊，我覺得係土耳其本身嗰啲球員啊好有水準，同埋佢有幾個球員咧亦都喺歐洲嗰啲頂級球隊嗰度打波㗎。佢有個好年輕嘅球員啦，21歲咁啊，皇家馬德里打過嘅。現役球員嚟㗎，21歲，即係相當有一個潛力嘅球員，同埋21歲呢個係高峰嚟㗎。如果喺新嘅球員嚟講，經驗啊、技術啊都係可以話係好高㗎啦。如果佢係有成長力上嚟，呢啲球員真係最值錢㗎。算唔算係土耳其嘅球員？新一代嘅球員應該係。我冇疑問。OK。另外佢有啲球員喺有一個喺國際米蘭意大利嘅，咁打中場，咁嗰啲咧比較年紀大少少。咁因為中場球員可以年紀大啲係好嘅。你係咪講個黑勤？係啦，佢可以帶到成隊波嘛。如果你冇有經驗嘅中場球員去帶隊波咧，前面嗰啲好難揾食㗎。咁你前面有個年輕嘅可以揾到食嘅。又年輕又夠力。中場嗰個有經驗。咁即係你睇好美國同土耳其啲隊波有得冚啦。係。咁嗱記得啦，美國排名係最高嘅響 D 組，咁小組出線機會就應該冇問題㗎啦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噃，我哋下次又再傾下。拜拜。